PTT 表特版正妹，23岁网络人气歌手齐景月小月，因为长相酷似 TWICE 成员周子瑜，又拥有傲人的 G 奶身材，被封为 G 奶周子瑜，在网上拥有近40万粉丝。上个月才推出首支单曲的她，看似星途顺遂，没想到近日她竟杠上了影视大亨许安静，甚至吃上背信官司。据周刊网报道，齐景月证实去年3月底被许安静旗下的网红制造有限公司提告背信，但他反击是网红公司错在先，大喊委屈。齐景月指出，他和网红公司签下4个月合约，在 UP 担任实况主，没想到这段期间网红公司不断以他名义在脸书社团打广告，甚至擅自用齐景月社群里的照片，让他直呼有些版权不属于我，如果我被告侵权怎么办？为了解决纷争，齐景月表示自己透过朋友牵线找许安静吃饭，没想到他超凶，说如果这顿饭是为了讲那件事，就好像是他们公司在欺负我，那这顿饭他不吃。齐景月后来又发现网红公司私下帮他创立 LINE 官方账号，还发布限时活动，称只要送礼物当日满1万，就能加月儿的私人 LINE 账号。当时他直问公司，没想到对方竟称当然是假的啊，怎么可能真的公开给他们？他为了反制公司，不欺骗粉丝，便在 IG 上发文反制，告诉粉丝你们想加入我私 LINE 的直接私讯给我，我直接加入，没什么门槛，别讲什么利益。就这样，齐景月从此被停权，无法再上露脸。约满后，不但没拿到1分钱酬劳，还被公司控告背信。对此，网红公司主管表示，因为齐景月违约才会提告，报酬部分等司法程序走完再和他商讨如何解决。而齐景月律师则透露，调查结束后，不排除反告对方诬告，同时提出民事诉讼讨回报酬。